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愿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跟他复活的灵进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通过今天的敬拜，赐给我们他复活的喜乐。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跟我们生命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生命的主题。主耶稣曾经对马大说：“马大，你不要再忙碌了，你要学学你妹妹。”因为你妹妹懂得选择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主耶稣的手上来领受这种的邀请跟提醒，也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教导。让我们安静的在圣灵的面前问我们自己：你希望你的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的将来到底会如何？这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尾声。我们如何回应主耶稣基督的邀请，说：“你当来跟随我。”我们的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抉择。有人选择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当离开这世界，来属乎天上的耶和华你们的天父。”所以属世界或者属天国，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智慧，也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选择。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呢？盼望通过今天的经文以及圣灵的带领，他触摸我们生命的抉择。在关键的抉择上，我们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愿意。”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抉择，如果我们安静一项一项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这些选择当作儿戏，只是一时的情绪上的一个冲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生命的抉择不是那么随便，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不同的选择，包括宗教信仰的选择。第二个，选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对我们来讲，不论你的宗教信仰如何，选择成为一个你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自我，这个就是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选择。我想，就是还没有读书的小孩子，他都会心中会疑惑说：我的将来会如何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天父上帝所赐给我们智慧的话语，就是带出一个道路、真理与生命，让我们思考我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圣经，不论是旧约跟新约，其实它在对等的这个世界许多的价值观的一个对话。所以圣经里面所谈的成功，或许跟我们现在的思想上的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以为赚大钱做大事，这就是成功。但是主耶稣基督反而有时候不是这么讲，反而在小事境中，就哪怕是给一个软弱的人一杯水，在上帝的眼中来看，这都胜过于千金万银。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成功呢？还有选择你生命当中的社会地位你的族群或者你的国籍。有些人为了能够更好的将来 better life， 生命当中能够享有更好的福祉，他就会极其的想要能够进到一个他渴慕的一个好的社会福利的国家。其实圣经上谈到了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是两国论，是不同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选择我们的国籍，我们选择成为哪一个国的国民呢？各位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呼吁我们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愿神的国度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这个国籍不一定是属世肉体的国籍，它更应该是一个属灵。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你我们都会跟耶稣基督说阿们。还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找到生命的方向，不只是对年轻人很重要，找到一个生命的方向，甚至对于临终的年长的我们的亲人长辈，何去何从？这个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还有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社交行为你的交友。
还有你的品格等等，这个都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从小我们就在一直不断的为自己的将来来做选择。那我们进到神的面前，通过今天的礼拜，我们来问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当我在寻求我自己的将来的时候，你愿意对我讲什么样的话语？其实主耶稣基督早就为了世人他的将来的路向，他就谈到了他就是世界的光，他也谈到了他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如果我们能够更安静、更进到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思考的时候，圣灵必定会带我们进到这几句话语的他很深邃的奥秘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的灵会将神的事情跟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向我们敞开。那圣经怎么讲人的将来呢？其实传道书第2章第3节，所罗门说：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们的一生当作什么，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种有价值，跟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聚集在属灵的圣殿的里面，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一个生命的路向跟生命的抉择。早在圣经里面就有许多人，他们也问耶稣基督：我的将来会如何？让我仅引用马太福音第19章27节。当彼得顺服了耶稣基督的呼召之后，他就问耶稣基督：我已经放下一切来跟随你，主耶稣，那我的将来会如何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这一句话来反问我们自己，用这一句话来问我们自己：当我们决志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决志做一个真实的天父的孩子，你觉得呢？你的生命是否会有所不一样？你觉得呢？神在前面的人生当中，是否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想象都想象不到的美好的生命呢？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所未见、耳所未听、心连思想都想不明白的一切的奥秘。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问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那为了你所预备的将来，为了上帝所为我预备的将来，我应当做什么来得到这种祝福呢？我的生命当中，我的信仰，我的属灵的功课、属灵的操练，我还有什么事情我未曾做？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还有一件事情，你要进到永生，你要进到永恒的生命，那种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生命，唯独就是来跟随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乎主耶稣基督，也属乎天父上帝，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一起向前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生命当中首要的事情，就是先求神的国度跟神的他的公义，神的国跟神的义，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被呼召的最重要的生命的一个转化。我们原来是属乎这世界，但是当我们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生命就全然的翻转，我们就放下了缠累我们的这些黑暗的权势，我们就放下了一切缠累我们的这些罪。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拯救当中，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呢？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就进到如同天国一般，如同天堂一般，就是在一种极其完美、祥和、和谐。圣经说 Shalom， 这种全备的生命，这个全备的天国的特质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就享有上帝一切美好的性情。这也就是保罗书信里面说，你们就有份，就能够连结 koinonia， 就连结在上帝自己神圣的本性当中。各位弟兄姐妹，神不只将这个属灵的灵性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应许，
连你们所未求的，天父上帝都已经为你们预备。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必须做一个很明确的决定：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呢，还是你要回头去跟随原来你所崇拜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偶像？不只是神像而已，在世界上许多的价值观，甚至就是捆绑我们的偶像。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礼拜结束之前，别忘了奉主耶稣的名，在圣灵里面祷告，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懂得选择上帝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心中拥有上帝的人，心中又有天国。当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敬畏神，神的国度就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心里面，我们的心灵的里面，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神也必成为我们的依靠。各位弟兄姐妹，心中拥有上帝，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跟上帝说：神啊，求你掌管我的生命，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将自己自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转化成为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读了2段经文，一段是在路加福音，一段在诗篇25篇。诗篇25篇，大卫传达了圣灵的感动，圣灵让大卫知道，谁敬畏耶和华，谁就将生命的道路，当选择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来指示给他敬畏神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自己的话语说：我愿意。耶和华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一生所尊崇敬拜的神，也是我家族世世代代必要敬拜的神。愿神将我们的家族每一个人个人的家族将来的录像赐给你们，让你们的家族也能荣耀上帝自己的名。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习，经常做出正确的选择。唯有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唯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我们才足以在每一件事情的抉择上能够尊主为大。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开始，经常通过祷告学习，在人生每一个很小的决定，在人生的每一个很小的决定上能够得胜，能够做正确的选择甚至在你自己的婚姻，将你的孩子的婚姻跟你自己的事业将来的所要做的事情，愿神接纳你的祷告，也赐给你一个睿智，一个关键性的智慧，能够选出你所要做的事情。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约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0章。在这个地方路加回想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在新约里面被称为耶稣所爱的家庭，就是拉撒路的家庭，就是马大的家庭，就是玛利亚的家庭。这一兄2姐妹3个人的家庭，在圣经里面成为世世代代纪念的家庭。3个人截然不一样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在这个家庭做客人，被款待，但是耶稣在这个款待的过程当中，为这个家庭敞开了一个更正确的生命的态度。所以耶稣其实非常的爱马大，所以耶稣才会祝福马大，才会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唤醒这一个在忙碌当中忘了比忙碌更重要的就是亲近上帝。这句话让我想到我的老师告诉我，不要急着写讲道篇，要多一点时间，首要的事情先祷告。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从祷告而来，祷告的好，工作就好。各位弟兄姐妹，马大最大的困扰就是他为了讨好耶稣，为了为所爱的耶稣尽他所有一切的心力来表达他对耶稣基督的款待。但是耶稣并不是责备他，其实耶稣在提升他属灵的高度跟属灵的价值的看见。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环绕。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马大在这里，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在这里。这两个姐妹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两个律。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跟耶稣说：耶稣，我知道有时候我忙着做事情，但是求你让我知道，首要在神的面前聆听你的引导聆听你的计划，能够了解你圣灵在我里面的带领。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一个祷告三件事情。耶稣告诉马大说，玛利亚已经拣选了第一不可少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你觉得生命当中最可贵不可少的是什么？好好的想清楚。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选了这个，选了这个，选了这个，选了许多事情，但是或许我们从来没有选对了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掌握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带到天堂的门口，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赐给我这个事，我从地上也觉得重要，在天上也觉得重要的选择。第二个，耶稣对马大所讲的就是生命当中最可贵、上好的、最好的。它不是指幸福，因为这个字不是把湖里面那个 Makarios 那个福气的那个原文。在这个地方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最好的，就是生命当中最美好那个重点那个部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太平庸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懂得教导我们的孩子睁开眼睛，透彻的了解生命当中什么是他人生当中最可贵最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当中，从今天开始，我们慢慢就长大成人。如同保罗说，我既然长大，我就弃绝了孩子的一切，孩子的言语，孩子的性情，孩子的想法。我既然长大成人，我就以天父上帝，就是以天国的心意、天国的荣耀为我生命所渴求的标杆。各位弟兄姐妹，你我的选择从今天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决然不同。你我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跟圣灵的帮助，你我今天的抉择从今天会决然不同。是以前是属世界的，愿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我们所求的是属天的，是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夺取。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圣灵与你同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了那个不可少的。所以耶稣说了好多的比喻，比如说他找到了一个宝贵的珍珠，他就用所有的家产去买这一颗珍贵的珍珠。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所赐给我们最珍贵的就是属天天国的孩子的身份。然后上帝要将他所有的荣耀跟他的权柄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当中能够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智慧跟属灵的权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心的谦卑的来学习，成为天父的孩子。生命的抉择，属世的孩子在属世的事情上聪明，属灵的孩子在属天的事情上聪明。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神的话语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因为生命的抉择必须有所根据，生命的抉择必须有神的真理的光。所以当我们在真道上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圣经的话语得到深思熟虑的智慧，我们就会有属天的价值，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懂得天父上帝的心意，懂得耶稣基督心意的他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灵通过牧师的嘴巴，通过今天的经文的攻读朗读，带给各位弟兄姐妹一个真的生命的翻转，真的生命的翻转。今天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做2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求圣灵教导我们懂得属天的价值。属天的价值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当我们懂得天国的价值观以后，我们属世的价值观必全然的翻转。当我们懂得上帝的心意之后，我们就更懂得成为一个世上聪明的上帝的管家。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吗？让我们第一个跟神求说，主耶稣基督，求你教导我
上帝眼中所看为贵重的这个价值观。那首先你就会回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不能够有两个主人，你不能够拜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马门，然后又一心想讨好上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生命，有什么意义呢？许多人拼命的得到了产业，却失去了健康跟人格，到头来他自己觉得他对自己的生命觉得很难过。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找到神所创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个，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了解，其实所有一切的选择都有他的动机。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老爷爷，他在家庭在一起用餐的时候三代同堂，他总是笑笑的吃饭，然后他用他的筷子去拿的食物，总是比较不好看的这些蔬菜，或者比较不好吃的这些部分，然后将好吃的部分留给孩子跟他的孙子。后来孩子懂得，他的祖父其实不是因为爱吃这一个部分，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上好的部分，因为爱，他放弃选择。所以选择本身是一个动机，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经由价值判断以后的决定。有些人他的决定不是因为对我好，所以我做决定，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怎么做对我的所爱的人有祝福，说他宁可牺牲这个选择，让对方能得到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懂吗？我相信如果你已经做父母的人，你应该懂，因为你经常会将好吃的可口的东西留给你的孩子。我想天下的父母多数都是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问我们自己说，我们一生的抉择选择，人在人生旅途当中应该做什么事情，才能让你的生命你觉得死而无憾。当我们做过有价值的事情以后，我会觉得我不虚此行，我的生命是够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所罗门在他的传道书第2章第3节，他就问，他在心里面就深思这个问题，说我在我一生当中，我做了一个国王，我应该怎么做，我能够造就我自己，我造就我的国家。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问题非常好，同样都是属于圣经的智慧文学。另外一本书叫做约伯记，约伯记的34章第4节说，世人当选择何为是，世人当选择，当知道何为善。选择是，知道善，这是一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中有是非，如果我们的心中有良善，我们所走的道路经常会被这种是非跟良善的这些灵来带领着我们，不偏差，不偏左，不偏右。各位弟兄姐妹，盼望神对我们讲话。我们回到大卫他所宣告的，他所提醒的，他告诉他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上主，耶和华上主就必指引你们选择正确的生命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献上感恩，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一世必有神的道路，神就必如同大牧者引导我们走过死荫幽谷，进到青翠草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圣经许多选择的典范。今天我给大家几个故事这些故事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来谈，但是我给大家几个这些人名盼望各位弟兄姐妹在你个人的灵修安静的思考当中，你可以想想你对这几个人的认识。第一个是耶稣，第二个是亚伯拉罕，第三个是摩西，第四个是约书亚。耶稣的典范就是十字架的典范，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最完美的形象。所以基督徒经常在自己的胸前挂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为什么？就是象征的十字架是一个教导的一个虚己，
钉十字架就是一种服事，就是一种生命献给上帝的活祭。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贵为上帝的基督，是天上的人子。他甚至在圣经的记载说，他自己卑微，就是谦虚，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这么说，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强夺的意思就是用尽心尽力来夺取，来得着自己的主张。强夺的意思就是我的主张就是唯一的，我的主张是必要的。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却颠覆了这种的选择，他将自己的主张摆在一边，说主啊，如果可以将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是照我的意念，是照你的意念。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所留给我们十字架的典范，就是因着爱，因着使命，放弃他生命的主张。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一个放弃选择的选择。各位弟兄姐妹，盼望你懂，求圣灵教导我们懂，这个叫做环岛虚己，将自己里面的所有的想法就倒空我们生命的杯，然后高举这个杯来领受。当我们越干净的时候，这个杯就能够得着更多的充满。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奴仆的形象，真正懂得十字架的信息的人，在教会里面经常都是你可以看到他谦卑在照顾别人。如果我们还不懂得这个功课，表示我们还是一个幼稚的一个出生的基督徒。愿神的灵带我们能够进到最深奥的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放弃选择的选择，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唯一选择的只有上帝，然后其他的选择由上帝来决定。愿神对你讲话。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学习的祷告，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就会得着智慧，因为圣灵就是彰显神的心意的灵。当我们谦卑的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将天国的价值跟上帝的计划超越这圣经所写的信息，直接能用灵同感一灵，就是圣灵的灵就进到我的灵，我就感受到神对我讲话。各位，这个就是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在箴言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箴言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决定。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一种能够很得体的、正确的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其实有时候做的决定，虽然是认为是自由意志，来自于我自己很清楚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灵，他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让我们在今天开始，我们学习来自于圣经的教导。在新约里面，保罗说，在我们里面的灵，就将神的事情来跟我们彰显。在箴言的里面，他谈到了两个，智慧跟聪明。智慧在他原来的意思，在那个智慧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种能力。智慧本身代表一种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做决定的能力、选择的能力跟判断的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经常被做决定所困扰，代表我们的能力是不够的。我们如果对将来没有一个确信，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为将来做决定。愿神的灵充充足足的能够进到各位弟兄姐妹的人生当中，从一个小孩慢慢的长大，直到你成为一个成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什么是聪明呢？聪明这个字换成其他的语言，包括英文，叫做 understanding 或者 insight。understanding 意思就是一个理解能力，所以聪明代表一种理解的能力。他虽然没有经验，但是他通过对这个事情的观察，他就产生了一种理解，
一种透视力，这个叫做聪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需要智慧与聪明。智慧与聪明其实就是圣灵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如同玛利亚一样，我们呼求，用奉耶稣基督的名呼求圣灵。亲爱的圣灵，求你陪伴我；亲爱的圣灵，求你带领我；亲爱的圣灵，求你指引我一生的道路，让我能够学习玛利亚一样，拥有玛利亚一样那种对真道的渴慕，对上帝自己的渴慕，对神亲密关系的渴慕，然后我能够选择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各位弟兄姐妹，人生只要能够成功做好一件事情，其实就成功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一定要像许多人一个忙碌到最后一无所成。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或许我们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我们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一生只做一件傻事，然后把这些傻事真的做得非常的透彻跟彻底。愿信望爱这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成为一个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在神的面前选择尊贵的事情。聪明的人选择尊贵的事情，英文叫做 choose to be great。great 不是只是讲伟大而已，而是一个有价值的、尊贵的、卓越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呼求神，神啊，我是无柄鳄鱼，我是太平凡了，我是太愚蠢了，我是太不够智慧，太软弱。但主要神，你愿意，你要使用我，我相信你必赐给我足够的智慧与聪明。主啊，求你使用这个卑微的仆人，好让人知道，这么差劲、这么卑微的人都能够被神所使用，那天下还有谁不能被使用呢？愿神用我们成为一个盼望的记号，谨听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对你我说，你们要先求天父上帝的国度与他的义，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天国跟上帝自己荣耀的本性，然后属世的这一切事情都必加给你。阿们嘛。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用一个单纯的心说，神啊，我相信只要我专心一意的跟随你，我相信在路上所需要的一切，你必然为我预备。各位弟兄姐妹，这种信心就是一种奥秘，这种信心就是一种智慧，这种信心就是来自天国的选择。当我们选择了天国，我们就拥有一切；当我们选择世界，这个世界就必过去；当我们选择天国，我们就拥有一切；当我们选择这世界，这世界有一天终必过去。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选择一个永存的，是选上帝呢，还是选世界？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同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跟上帝说，上帝我愿意，就是我们愿意选上帝成为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在200年前左右，有一个我非常喜欢读他的作品的一个 Simpson 这个牧师，他经常在荒漠甘泉当中看到他的名字。其中有一天，他谈到了这些属世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他在100多年前的教会，他看到自己的教会周遭的，他说：糟糕了，今天的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太多人选择去站在那个世界的那一边，天平的那一间，一边的天平是上帝，一边的天平是世界。他说，这一群人选择 the same side as the wall， 就是站在世界的那一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世界。这就是圣灵通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属世界，但是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但是我们是属天的。这是耶稣基督说，你们就是属天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求你教导我，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负责任的选择。求圣灵教导我，为我自己的一生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一个抉择，如同约书亚。约书亚24章第14节，
耶稣也面对了进入迦南地之前，他许多的弟兄姐妹的埋怨，就是同样在旷野当中经历40年的操练，这群即将要进到迦南地的犹太人，还有一些心里的murmur，就是一个喃喃自语、埋怨的话语。那约书亚就跟他们说：可以，你们可以为自己的将来做决定跟选择。你可以选择敬拜在埃及的法老王的神，或者耶和华上帝，你们自己做决定。至于我跟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奉耶稣基督的名，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做耶稣的家人。我们跟耶稣说：耶稣，我必一生跟随你。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带我们走复活的生命的大道。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的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世上所有的教会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建立属世界的教会，我们恳求你高抹祝福，让这个属世的教会成为一个属天的记号。我们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共同聚集的时候，为了我们将来所要走的道路，恳求圣灵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跟价值，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无价，是珍宝的无价，是主耶稣基督用他宝血的价钱所赎回的。我们赞美主耶稣，我们愿将我一生献为活祭。我们同声高唱赞美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